今次嚟到沙田小瀝源睇呢一個呢，就係帝寶城啦。帝寶城係新鴻基嘅樓盤嚟嘅，而且呢係主打大單位，有7座，1744伙，最細嘅單位都439尺。如果好似而家呢一種收租嘅旺季嘅話，附近呢有間恒生大學，買嚟收租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今次帶你睇嘅就係一個2房山景嘅單位嚟嘅。呢一度呢就係帝寶城啦。帝寶城一個2房單位，547尺。你睇下呢個景，平時坐喺度欣賞住呢個咁靚嘅山景。咁呢一個呢係一個2房單位加梗廚房嘅。睇翻個格局先，呢一度就係入門口啦。大門位置隔離就有個非常之闊落嘅廚房，即係呢啲廚房係3、4房嘅格局先會做到咁大嘅。而呢一邊呢，就係佢個睡房同埋係洗手間啦。洗手間一樣，同廚房一樣，好似3房4房咁大。咁而帝寶城咧，確實係以大單位為主嘅。不過如果你想揾2房，好似呢一間嘅2房都唔錯。細房咧都可以做到有床嘅位置啦，同埋有書枱有櫃，真係個空間感好夠啊！而且呢一度係新鴻基嘅發展，咁新鴻基出名質素好噶嘛。帝寶城呢一個單位咧，你又鍾唔鍾意咧？有鎖匙隨時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！